其實講起食齋咧，都可以好博大精深，可以講好多嘢嘅嚇。唔經唔覺咧，已經第3條片咧講食齋，咁我哋今日主要講豆腐啊。咁無論係中國人又好，或者西人都好咧，佢哋都中意用咧豆腐去代替肉嘅嚇。咁唐人齋佛寺嗰啲齋就大部分都係豆腐咯，豆腐雞、豆腐魚嚇嗰啲嘢啦嚇。咁白人係點咧？白人咧就譬如豆腐沙律就唔係雞沙律，豆腐沙律咁即係你喺屋企整都整到嘅豆腐沙律，真係要整嚇，用豆腐去配菜。咁仲有啲咩啊？你可以飲多啲豆製飲品咯，啲豆漿啊、豆奶咁樣咯。咁就算你join 嗰啲唔減肥嘅療程咧，佢可能都會建議你食多啲豆類產品嘅，有時會食豆腐啊、飲豆奶咁樣。你就算你嗰啲protein powder，我唔知細路仔其實適唔適合飲 protein powder，但係大人嘅話飲 protein powder，咁你 protein powder 可能都有啲豆製品喺裏邊，其實都係齋嚟嘅啫嘛。protein powder 係可以增肌啊或者減肥，即係主要講豆腐咯而家。係啊，所以你無論你出去食齋或者喺屋企食齋，可能好多都係同豆腐有關，或者豆製品有關。OK。